来乡亲啊，早起的大地震，你有去惊到无？真侪人拢讲真恐怖，活要惊死。伫咧花莲的秀林乡，阁有大约80个人做伙撞到附近的运动场来避难。现场的情形，要请记者维生来报道。 好，直播观众带你去掌握这一次大地震的最新情况。记者目前所在位置就在花莲县秀林乡的运动场这边，可以看到现场呢，很多人就在这边席地而坐，或甚至直接睡在这边。原来他们都是在今天早上7点58分大地震之后呢，紧急逃离到这边来避难的。他们也表示了，身上或多或少都有带点伤，但就是不敢回家。一起来听现场的最新访问。那个震得太大了，因为我们都跪在地上啊，我脚也受伤啊，嘿啊。 有什么样的感觉吗？你可以形容一下当时。头晕啊，就是头晕，然后你就是感觉好像没有办法呼吸的那种感觉，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乱了，我也大哭，当下是大哭的那种，哎，哎呀，吓坏就对了，真的是吓坏了。 花莲县秀林乡的运动场，早上7点58分，在地震之后呢，有很多人就跟着家人和邻居一起跑到这边来避难。现场大约有70到80人左右，那其中很多是不良于行的长辈或是卧床的长辈，也都在这边避难。而他们也都自己搭帐篷，或是在附近的杂货店买些干粮和水，但都是不敢回家的。也说余震不断，他们都非常担心。而华视新闻采访团队也会持续带您在现场掌握最新的即时资讯。以上现场最新，再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